各位乡亲，天路愈行愈矮，两边拢是深溪，三个人一步一步小心向前行。身边一面行，一面四界看，顾一只顾家己的路，目灯提醒大家爱小心。有人身边一脚大坑，规个人滑落泥坑，顾一要救伊，家己嘛差一点仔滑倒。目灯赶紧伸出手，三个人互相扶持，费尽大力，总算把身边救起来。身边阿头讲，我以后唔敢搁大意。目灯讲，人若离开主，一步就可能滑倒。整理好衫裤，三个人各继续向前。脚底虽然各有泥，心却比以前更较谨慎。各位乡亲，滑倒不是结束，请重新站起来人，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